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紐解釋，我係細路。今集要講嘅係國際賽期的紐卡素。隨住沙地財團入主，經過改革嘅紐卡素，無論係財政同埋成績都有明顯嘅進步。而近年亦簽咗唔少有質素嘅球員，呢班球員都有一個共通點，除咗佢哋係紐卡素主力之外，亦係國家隊嘅重要成員。趁呢段時間介紹下球員喺國家隊嘅角色，更立體咁認識下佢哋。打定個底，到時世界盃都知道捧邊隊，可以順便支持紐卡素。最後亦淺談國際賽期利與弊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。由球員國籍人數少到多開始講起。首先係前瑞士國腳舒亞，可惜舒亞已經喺24年嘅8月宣布從國家隊退休，理由係想專注紐卡素嘅比賽，希望可以保持狀態踢多1-2年。既然已經冇紐卡素球員係瑞士國家隊，所以亦唔多介紹。準荷蘭國腳博文，由於荷蘭中堅人才太多，加上博文前幾年傷多過踢，所以佢只係曾經入選過大國腳，但係未試過地標上陣。雖然佢已經重返正選嘅位置，有足夠嘅上陣時間，不過可以預計就算入選到世界盃陣容都冇乜機會上場。而荷蘭已經喺小組賽嘅首名得到世界盃嘅出線資格，祝博文好運。準丹麥國腳奧蘇拿，佢都係入選過大國腳，但係未地標上陣，因為佢 U21 歐國盃表現出色，加上喺球會偶有表現，而丹麥國家隊又冇咁大競爭，所以佢今年9月同埋11月都有獲得徵召，可惜因傷退出。不過佢先得22歲，如果繼續保持表現嘅話，入選世界盃陣容嘅可能性相當高。不過前鋒位置有曼聯前鋒海倫競爭，預計奧蘇拿就算入到嘅發揮機會都唔多。剛果民主共和國國腳韋沙，佢喺國家隊算係主力，幾乎每場都有上陣。最近國家隊亦成功爭取到世界盃附加賽嘅資格，而嚟緊12月亦會參加非洲國家盃。上屆剛果打到入4強。假設今年成績同上屆一樣，而韋沙又每場都有份，將會缺席1個月至少4場嘅紐卡素比賽。預計韋沙喺國家隊會好忙碌，只希望佢踢完健健康康咁返嚟。意大利國腳東拿利雖然經歷禁賽事件，但佢好快已經重返意大利國腳嘅位置，喺國家隊係絕對嘅主力，幾乎每場都要踢足90分鐘。亦會打得比較前少少，更多參與組織製造機會。意大利近年成績一般，只能夠以小組賽第2名參加世界盃淘汰賽爭取出線。如果最後能夠出線，想睇東拿利嘅話，支持意大利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瑞典國腳伊蘭加同卡夫特，伊蘭加算係主力，雖然踢唔足90分鐘，但至少每場都有上場。而卡夫特就只能算係邊緣國腳。瑞典國家隊近年成績一般，最近亦請咗朴達為教練。世界盃小組賽5場得1分排包尾，只能夠喺淘汰賽爭取出線。雖然瑞典有唔少英超穩值嘅球員，個人實力有保證，但踢出嚟整體就未如預期。加上淘汰賽變數大，世界盃見唔見到佢哋都成問題。睇瑞典亦難免見到伊薩克，支唔支持就個人選擇。巴西國腳祖靈頓同班奴，祖靈頓只有佢打得比較好同穩定嘅時候先有機會入選，而班奴就係絕對嘅主力，每場都至少踢半場。巴西國家隊已經順利拎到世界盃嘅出線資格，雖然巴西粒粒皆星，但近年表現一般。最近教練亦換咗安察洛提。想睇班奴嘅話，支持巴西隊亦不失係一個好選擇。德國國腳禾特美特同馬力洲，禾特美特食正德國前鋒方，年中仲踢緊 U21，到依家已經穩坐國家隊正選，甚至每場踢足90分鐘。最近2場亦攻入3球，而馬力洲最近亦重返國家隊，最近2場亦有後備上場。只要佢保持正選發揮穩定，相信世界盃入選嘅機會都大。而德國國家隊已經喺小組首名得到世界盃嘅出線資格。以往真係好少德國球員嚟紐卡素踢波，今年突然連簽2個咁有水準嘅球員，球探團隊功不可沒。
如果想睇馬力周同埋禾特美特繼續入波，咁支持德國隊亦都係另外一個熱門嘅選擇。最後當然要講英格蘭國家隊，查比亞已經退休，拿修斯、梅菲、韋洛克都淨係打過 U21，但幾乎冇可能再入選。藍斯、米利都係 U21，但藍斯作為中場需要穩定上陣同貢獻大先有機會選翻入去，米利就未來可期，而家都係太早。班尼斯同藍斯道都係曾經係國腳，但係如果冇上陣時間同好表現嘅話，幾乎冇可能再入選。撲比就最近有選翻入去，可惜因傷退隊。不過門將就算入選，出場機會都係唔多。文圖同賀爾只要有穩定嘅上陣時間同表現嘅話，就好大機會會選翻佢哋。不過賀爾左閘競爭較大，文圖就相對穩陣。而哥頓同丹班就近期穩定入選大名單嘅球員，不過兩位都有各自嘅隱憂。丹班因為賀爾復出，正選位置又未必係佢。如果失去上陣時間，世界盃未必會選佢。最近杜曹仲過分到揾佢打右閘，而哥頓最近狀態一般。雖然國家隊成績仲保持到，但左翼拉舒福特同埋基利殊表現有所回勇。佢嘅位置未必有想象中咁穩陣，而英格蘭自從杜曹上任之後，世界盃小組賽8場全勝0失球，數據相當誇張，首名獲得出線資格。雖然最後有幾多紐卡素球員可以入選世界盃大名單都仲係未知之數，但如果想撐下陣中英格蘭球員，支持英格蘭絕對係一個熱門嘅選擇。加上前紐卡素青訓安達臣好大機會喺名單裏邊，睇下安仔離開之後有幾大進步都好。最後講下國際賽期，球員喺球會踢得好，得到國家隊嘅徵召，絕對係一種榮耀同埋肯定。相信絕大部分球員都好樂意踢國家隊。不過國際賽期好多時候都夾喺賽季嘅中間，最理想嘅情況係球會踢得好，國家隊又踢得好。球員得到更多嘅上陣時間成長同貢獻，過程中得到更多嘅信心同埋經驗協助球會，令國家隊同球會互助互贏。般奴、東拿利、禾特比特都算係比較正面嘅例子。另外球會角度就當然有假放好過冇假放，有時間俾教練檢討過往嘅賽事，受傷嘅球員又可以唞下，其餘球員可以加強操練。但為國家隊出戰嘅球員就冇得唞，而絕大部分國家隊翻嚟嘅球員都有疲態，間接影響球會嘅表現。尤其係國際賽期後嘅第一場比賽影響最明顯，踢國家隊受傷直接影響球會嘅情況亦唔罕見。韋沙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當然球會係冇權阻止球員唔踢國家隊，如果唔計受傷嘅因素，國際賽期對球員同球會都係利大於弊嘅。總結嚟講，隨住球會成績好，為國家上陣嘅球員亦會增加。國際賽期對球會嘅影響亦都變得難以估計。紐卡素喺呢方面仲適應緊。假設世界盃嘅時候球會成員冇變嘅話，支持英格蘭、德國、巴西同埋意大利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